现代台语版圣经约书亚记第11章，打败北平的联军。哈索王亚宾听到这个代志，就派人去见马顿王约巴、新伦王甲押沙王，搁到北平的山区加利利湖南边的阿拉巴山谷山坡，甲西边多尼的山地见遐王。伊搁去见约旦河东边甲西边的迦南王，甲西边的迦南人，以及住伫山区的阿摩利人、赫人、比利洗人，甲亚布斯人，以及黑门山骹米斯巴地的希米人。这王甲因的军兵拢出来，人也坐甲亲像海边的沙，阁有真侪战马甲战车，因拢来米伦溪边聚集，做伙战赢，要甲以色列人交战。上主甲约书亚讲，毋免惊因，明仔载差不多这个时，我要将因拢交互以色列人，甲因杀死。你着斩断因的马的骹筋，用火烧因的战车。约书亚甲拢总的战士来到米伦溪边，甲因突击。上主将因交伫以色列人的手，以色列人攻击因，甲因入到西顿大城，到米斯利弗马因，直到东边的米斯巴平原，杀死因，连一个都无留地。约书亚就照上主的命令对待因，斩断因的马的骹筋，用火烧因的战车。后来，约书亚活转来攻取哈索，用刀杀死哈索的王。过去，哈索是这个国的头，以色列人用刀杀死迄城内的居民，彻底甲因剿灭。所有会喘气的，无留一个活地，搁放火烧哈索。约书亚征服所有的城，掠因的王，用刀杀死因，彻底甲因剿灭，是照上主的仆人摩西所命令的。遐个起伫山仑仔顶的城哈索以外，以色列人无甲因放火烧，只有哈索互约书亚烧去。以色列人对遐个城抢的物甲精神，拢处做家己的，毋过因用刀杀死所有的人，会喘气的，连一个都无留地。上主安怎命令伊的仆人摩西？摩西照安尼命令约书亚，约书亚就照安尼做。上主命令摩西的，约书亚无一项无照安尼做。约书亚占领的土地。安尼，约书亚占领迄个地区，包括山区、南平全地、高山全地、甲山坡、阿拉巴山谷、以色列的山地甲平原。对西尼的哈拉山上到黑门山骹黎巴嫩山谷的巴力加特，搁掠迄地区所有的王，甲因杀死。约书亚甲这王交战真久，即便的希米人以外，无一个城甲以色列人订和平条约。所以以色列人用武力占领这个地，因为上主互这个城的人心硬，甲以色列人交战，互因受剿灭，无受怜悯。照上主命令。摩西话，因拢完全受消灭。后来，约书亚消灭住伫希伯伦、底伯甲阿拉伯山区，以及犹大甲以色列山区的阿拉伯人。约书亚将因甲因的城拢毁灭。伫以色列人徛起的所在，阿族的人连一个都无留地。毋过伫加萨、加特甲阿实顿，还有剩一寡。安尼，约书亚征服迄个全地，拄照上主应允摩西的话，搁将迄个地分互以色列逐支族、逐宗族做家业。对安尼，全境太平，无搁有战争。